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解析，你等等，相互依靠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他有机会接近我。但是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请你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想好了，顾西城，我们两个还是分开吧。不，解析，我已经把他赶走了，现在没有人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这2天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在联系你，我很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能失去你。别再说了，顾西城，我们2个人已经结束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解析，解析，你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跟苏妍希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向你发誓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顾西城，我不想骗你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后悔。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。从你带我去孤儿院，我们一起去爬山，一起看星星，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？是你改变了我，你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是你让我知道原来生活这么美好，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。这一切你都忘了？难道这所有的爱你都要放弃吗？顾西城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爱你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割舍不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哦，没什么，一个骚扰电话。那赶快起床吧，要吃早饭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， 这是。顾西城，你别给我不知好歹。奶奶早。哎，早。奶奶早。早，坐吧。
锦溪啊，回来就好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一定要记住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要尽到自己的本分，懂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奶奶，还有你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这把老骨头啊，早晚要被你活活的气死。你以为媳妇儿回来你就没事儿了？那公司里的事情你就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不是一直在管吗？那就管呐，那就糟蹋。前几天公司理事来跟我告状，说你撬了自己项目的会议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干什么去了。哎，奶奶，这么丰盛的早餐，您赶紧吃吧，别为了您这个不孝的孙子，破坏了您的胃口。锦溪啊，以后如果再有人在我面前告西城的状，那就不是西城的问题了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吃饭吧。奶奶，我顾西城犯的错，我自己承担，跟锦溪没有关系。我不吃了，上班去了。你这孩子，我没有说你什么呀。走，锦溪。这孩子脾气是越来越大了。你明明看我了。我看的是你旁边那棵树。你干嘛呀？你不是要看树吗？我让你好好看看那些树。我们现在是在大马路上，你后面还有好多车呢，这么做很危险的。我乐意，怎么了？那你高兴，你也不能把别人的路给堵了呀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这次回来，你高兴吗？这样，你现在先开车，你开车我就告诉你好吧？你先说，我再开车。高兴？那是一般高兴，还是特别高兴啊？顾先生，你还有完没完啊？高兴，高兴我就开车。喂，喂，西城，是我。有什么事跟我的秘书说。喂，是谁的电话呀？你今天早晨接完电话还是这个表情？是谁打过来的？不能说吗？我接了那么多，你说的是哪一个呀？